来过来，这场大火就有影真美咯。这是伫咧中华复兴一间做家具的工厂，因为这个工厂内底拢是放茶，甲放大量的家具的半成品，迄个火一烧起来不得了，轰轰叫，烧到半天红。这个消防队为半暝啊1点外，一直舞到早起的9点，足足舞8点真久，这个火也无法度完全来拍花。头家讲，这把火一日烧，该烧掉1000多万的财产。不过好哩加在的是，无人受伤。火烛焰的，甲天顶染甲变成红色，浓烟庆祝悬的，几啊公里外就看会到中华复兴乡这间家具工厂烧了了啊！消防队赶到现场，弄破铁门，随喷水灭火，但是因为工厂内底放足侪家具半成品，还佫无在遮的原料，火拖了真紧，半暝点外到透早9点，火还佫无法度拍花。是大概在8、9点的时候进行残火处理，但没有人员受毁。人拢无安怎，但是工厂桥烧甲厝尾顶塌落来，内底物件烧甲打了真济。啊，你水是倒偌济？到人爱交货的衫有诶，袂变怎？业者讲，火灾发生的时阵，员工拢下班啊，为虾米无人的工厂会着火？爱等完全甲火泡花了后，才会当去调查。